长官，哟，好，这要我说呀，这小白脸啊，没一个好心眼儿。八弟，四哥是说你英俊，没有坏心眼啊。知道，我不是小白脸啊。46弟，咱们46弟，他才是小白脸。46弟是小白脸，我是小黑脸。兄弟啊，哥哥不是喝多了啊，哥哥有什么说，我得说句实话啊。你小白脸啊，小白脸啊，你看啊，要是我不乐意这事儿，8头牛拉不回来。啊，不乐意，是不是？说人家水性杨花，杨花，说人家没有羞耻。啊，现在倒好，水性杨花也忘了，羞耻感。四哥喝酒，四哥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王大哥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说话留点口德。哎呦，兄弟，英子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四哥就这么个德行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四哥，八弟，那个四哥他是喝少了，那再喝点呢就会说话了。哎，是啊，哥哥，我要是喝多了，我就这样，就入洞房了。哥哥，我要是喝少了，我就那样。哎，四哥，咱们赶紧回去喝酒吧。大帅和军师还等着咱们呢。那个四哥，咱们一块儿去夸一夸军师和大帅。应当。你去夸吧。去夸不是？还没进洞房呢。哎呦，应当。走，赶紧找军师和大帅。没有那洞房。慢点，四哥，不能再入洞房，路过一回了。要是我不乐意这事儿，8头牛拉不回来，不乐意，是不是？说人家水性杨花，说人家没有羞耻。哟啊，现在倒好，水性杨花也忘了。玉梅闹的，非要嫁给我，没有她，我也不会受这个窝囊气。这都2更了，怎么他还不揭盖头？将军，你是困了吧？来，上床歇息吧。为妻与你更衣。哎，别碰我！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自丧妻以来，早已心如死灰。若不是你托我兄弟几次3番前来求情，我压根儿不会娶你。可如今，我王伯当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，却要因为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受这么大的窝囊气。好你个王伯当，好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忘我对你这份真心，你居然说出这番伤人的话来！真心？
荒谬！你的夫君新闻里还尸骨未寒吧？不知他泉下有知，该作何感想啊？他日你若再看上别人，我王伯当又该作何下场啊？王伯当，好歹我东方玉梅也是一个大家闺秀，怎容你这般羞辱？新娘和新郎官打起来了，快去看看吧！快去瞧瞧！你怎么了，妹妹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谁要是真欺负你，我绝不饶他。来人，把王八蛋给我拉下去！走吧，对，走吧，走车去，快走啊！走吧。弟妹，莫伤心啊！待我把这件事情问清楚，一定给弟妹一个交代。王伯当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为何在洞房之内打伤新娘啊？兄弟啊，这打老婆就不是个爷们儿啊！大帅，军师，这门亲事本来就很草率，我只不过是为了执行大帅和军师的将令，才应下的。方才在洞房之中，几句言语不合，所以就……你和东方玉梅的婚事是大帅做的主，你打东方玉梅，就如同在打大帅，你可知错？军师，大帅，伯当知错了，但是我不服。王伯当，本元帅今日为你主婚，你违命不从，违命不遵，该如何处置啊？拉出去斩了！二哥，这两口子结婚，多喝了几杯，打个老婆就推出去斩了？兄弟啊，你哪是打老婆呀？这不是打大帅和军师的脸吗？军师哥哥呀，是我伯当大哥罪当该斩，可是这里头也有因由的，不说明白不行啊！什么因由？对，我想想啊，对了，是我们哥几个一起到伯当大哥那儿闹洞房，都怪四哥那嘴也太碎了啊！说嫂子什么水性杨花，说人家什么伯当他不想娶她了吧？老齐，别说了，二哥三哥，我认罪。程咬金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三哥，我也没让我兄弟打他老婆呀。原来是你从中捣蛋。当初在贾柳楼，你挑的罗成和单雄信打了起来，今日你又挑的新婚夫妻打了起来。哼，好，我看你是可杀不可留。冤枉啊！啊，我也是好心呐，不能错杀好人呐。报！禀大帅，军师，夫人和他哥哥带领本部人马开了北城门，放了3声炮走了。如此一来，我瓦
刚岂不是背信弃义，将人家逼出红泥关吗？来，赶紧恭恭敬敬把人请回来去。是。看看，这就是你二人做的好事。来人，在，把程咬金和王伯当推出去斩了。不行。二哥，还真傻呀。程咬金，你挑拨离间，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留你何用？五弟啊，你速带些人马，把弟妹给追回来。得令。不能杀。这就对了啊！那个一会儿把弟妹找回来啊，我给赔个不是，弟妹听我的，这就没事了。你还敢多嘴？三哥，我觉得吧，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四哥虽然是犯了错，但也不至于死啊。再说八弟也没把弟妹给杀了，就打了他。还有，咱们瓦岗军刚刚出师，就战大将，这传出去让人笑话吧？当然了，犯错了就是要罚，死罪可免。活罪就不能饶了他。此话有理。你呀，就是好事也让你做成坏事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从今日起，把你逐出瓦岗寨，撵出红泥关，从此不再重用。哎，你这是卸磨杀驴啊！行，牛逼的老道，你等着。我还会回来的。王伯当，你受程咬金挑拨，犯下大错，今日暂且饶你不死，立刻前去追赶东方玉梅。把他请回来。若是请不回东方玉梅，到时候再杀你个二罪合一。去吧。还是得往宽处想。别看那长鼻子老道现在不用了，到时候他就得八抬大轿把我抬回来。哎，兄弟啊，我看那个东方玉梅那姑娘对你不错，别看你打了她，你要我看呀，她不恨你。你见着她呀，给她赔个不是啊，不成急就给她跪下。女人嘛，就那点事儿。兄弟啊，饿了吧？咱们去吃点东西。我没胃口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吃饱了办大事。吃点吃点。吃你的吧。客官，您的菜。您的酒。小二啊。哎。我问你一个事儿啊。哎，您说。你看见一员女将，长得挺俊的，比我俊一点，带着一群兵马从这儿经过，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下去吧。哎，行。兄弟啊，我说不好找吧，你还不信。咱们兄弟俩先去打泗水关。魏王不是说过了吗？要拿下5关，泗水关是其中的一关。没兵没马的，怎么打？送死吗？兄弟啊，
这你就不懂了。泗水关的守将都是我的兄弟，说说，兴许这事儿就拿下了。不行，别！你他娘的还拼命三郎呢，就是他妈的狗屁三郎！老程，你再这么胡说八道，我跟你没完！行了，兄弟，金哥哥，啊，你这拿不下，这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万一说成了呢？啊，咱们兄弟俩头功一件。金哥哥，走，金哥哥呢？哎，二位留步，这账您看还没给我们结。哎呀，小二，不好意思，爷忘了。来，哎，不用找了。这多谢客官，多谢客官。我说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客官，谢谢客官。二位慢走。兄弟啊，泗水关到了，一会儿哥哥我一报名，他们就会出城迎接的，信不信？哼，但愿吧。什么但愿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来者何人？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，让你们大帅出城迎接。程咬金，我泗水关与你近日无仇，远日无怨，你来我这里作甚？四哥，你当真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怎么说认识啊？我要不这么说认识，你敢来吗？哎呀，你二人在我泗水关前鬼鬼祟祟，究竟是想作何？四哥，趁他们不备，赶紧撤吧！就咱们2个人，肯定吃亏。爷爷今天来取你的泗水关，还不赶紧双手放上？呵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兄弟，你先上啊！先顶住了，哥哥去搬救兵去啊！驾！我也是何家的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。哎，当初就说你一意孤行，人心隔肚皮呀！你这样轻易的就把帅印交出去了，得到什么好处了？包寨主，抓住一名奸细，请寨主发落。带上来。是。哎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
都是自家兄弟，我也是老何家的。弟妹是我，我是四哥。弟妹，来，快把哥哥松绑了。谁让你站起来的？跪下！弟妹啊，是我是四哥呀。谁是你弟妹？王伯党是我兄弟，你就是我弟妹啊。别跟我提他！你们这群骗子加强盗，当初说的好好的，红泥关一到手，你们可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哼，我没有找你算账，可你倒好，自动送上门来。哥哥，你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杀了，以解我心头之恨！哎呦，弟妹，来啊，把程咬金给我拉出去斩了！等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让我说完了再杀也不迟啊！说。弟妹啊，自从那个王伯党啊，把你打了之后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军师和大帅就把我和那个伯党兄弟啊，轰出了红泥关，让我们务必得把你请回来。说要是请不回来，就永不录用。我跟我兄弟呢就四处打听。跑到这儿啊，跑到那儿啊，你看我的腿都快跑断了。后来听说你被泗水关的人给抓住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王伯当他人呢？我兄弟跟我说呀，要攻打这个泗水关，我就跟他说呀，就咱俩这哪儿打得了啊？我跟他说咱俩保命要紧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对不住东方玉梅姑娘啊，我欠她一条命啊，我就是战死在这儿，我也值啊。弟妹啊，感人呐，太感人了，感人呐！弟妹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佛面看僧面，你得救救我兄弟啊！去晚了，我兄弟可就没了呀。程咬金，王伯当真的在泗水关？弟妹啊，我要是有一个字是假话，就让雷公把我兄弟王伯党给劈了。来人，在，放了程咬金。是。哎呦，好弟妹啊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兄弟不管了。妹妹，你这次……哥哥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我与王伯当已是夫妻，现在婚约未结。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现在他有难，我怎能不救？哎呀，舒服多了。哎呀，这才是我老程认识的有情有义的好弟妹。程咬金，你带路，点兵1000，即刻出兵泗水关。哎呀，弟妹啊，我兄弟有救了。泗水关喘气人听着，爷爷我又回来了，赶紧把我兄弟王伯党放了，县官投降。再来送死！今天我跟我二哥就成全你。弟妹，上。上。好你个东方玉梅，你这个无耻之徒！你丈夫尸骨未寒，的确令家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还有脸跟我交战？姑奶奶的事儿与你何干？
哎呀，弟妹啊，真够厉害的。爷爷我跟你们兄弟俩商量一下，把你们俩放了，把我兄弟王八党换回来，你俩可否愿意？好，我们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劝劝你哥哥。哥哥，混世魔王程咬金说了，与我们兄弟俩换他一个，我们感觉值。是啊，大哥，值。再让你哥哥献官投降，这恐怕就算我兄弟俩同意，我哥哥也未必会同意啊。快说！好说好说，好说。哥哥，隋朝气数已尽，瓦岗大军已取下霓虹关，不如我们就投降了瓦岗吧。是啊，大哥，投了瓦岗吧。还让你们当大将军。大哥，他说了，还让我们做大将军，泗水关还让我们守，不然的话，瓦岗大军一到，我们迟早都得败呀，哥哥。你瓦岗可交西夷。嘿嘿，放心吧，我一人说了算。天龙天成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我们听大哥的。好，开门迎接众位英雄。来啊，快给二位将军松绑。来人，你速回红泥关，通知秦大帅和军师，我等几人正在泗水关。是。还是弟妹想的周到啊。来，里边请。哎，我兄弟呢？啊，马上就来。哎呀，真是不打不相识啊！玉梅，你们这是？要是没有玉梅姑娘，你早就见阎王去了。赔个不是。多谢娘子救命之恩。赔个大礼。娘子，东方兄是伯当酒后无德，心胸狭隘，混淆黑白，颠倒是非，这里给娘子赔罪了。哟，小两口新婚就闹别扭啊？是。报，禀将军，魏王已到，正在关外。好，迎驾。请。上次3，肉84，臣杨林参见皇上。皇叔，陪朕下完这局棋吧。皇上，这盘棋大局已定，白棋布下诱饵，黑棋志在必得。可是白棋诱敌深入之后，便可将黑棋分割，逐一绞杀。这正应了老臣的一个阵法——铜旗阵。以铜旗为诱饵，召集天下藩王前来破阵，
胜者可得朕之玉玺。可天下没有人可以抵御这种诱惑。到那时，老臣便将各路反贼分割包围，一举歼灭。世人皆知对弈乃黑白之争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同色之间也有争斗。这些藩王为夺得玉玺，必反目成仇，相互残杀。到时皇叔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好，那就让黑旗自相残杀。相国大人，进来吧。臣在。同其朕之事，想必你已有耳闻，有何高见？臣适才听说，黑旗之间互相残杀，实在是高啊。臣以为白旗之间也有它的玄妙之处。白旗若要最后取胜，哪些该留，哪些该舍，皇上可要看清楚啊。同其朕至少需要大军50万，皇叔可调30万，宇文成都可调10万，尚师徒可调10万，此3人足矣。不过，朕还是想先调北平王罗毅10万大军，让他先打。这便是相国大人所说，舍吧。皇上圣明。皇上可别忘了，白旗之中也有很大隐患，随时可能变黑呀。何人？晋阳通守李渊。这几年他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早有反心。皇上何不趁这个机会，让他调兵10万前来守镇？若是他肯调，就用他的兵力去打藩王，使他们2败俱伤；若是他不肯调，就以谋反为名，把他剿灭，以绝后患呐。李渊，他是我贵儿的仇人。贵儿，此次朕定为你报仇雪恨，速速拟朕之意，快马送至北平王府，激励渊府，让他们调兵遣将，速来紫金山守镇。是。皇上有心替贵儿报仇，贵儿无以为报。扬州到晋阳只需10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必定会出现繁荣景象。你们看看这运河两岸，处处凋敝，民不聊生。一路上不知埋了多少挖河壮堤的围捕。如果一国之君只知道贪图享乐，而不顾百姓的死活，就算他给世上留下了再大的功绩，也不能算是一个英明的国君。李渊接旨。诏曰：命山西晋阳通守府李渊速将10万兵马交出，以备同其镇之用。钦此。李渊，还不速速接旨？
谢恩。皇上这一招，又是一步死棋呀！出兵，元气大伤；不出兵，就是抗旨不遵呐。一会儿让我们1个月之内建贤宫，一会儿又让我们交出10万兵马，这皇上明摆着有意为难我们李家嘛！这以后让我们李家有何立足之地啊？父亲，千万不能交出这10万兵马，不然我们通首府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。我看此事绝非调兵这么简单。说下去，这定是有人为之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反了！上次我等1个月内造就行宫，已经是惊险逃过一劫，现在圣旨下又要削我李家的兵权，这是逼我们走上反路。若是不反，我们就是将生死大权交于他人之手。不要说了，父亲，天下大势已然如此，隋朝已经气数将尽，你又何必死守呢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自立为王。住口！来人的，在，把他给我绑了。是，父亲。父亲，走。袁吉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造反对于我们来说，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大哥，你想啊，这父亲要是自立为王，当上了皇上，这立长不立贤，大哥你不就是太子了吗？你说这话也不无道理。我真搞不懂二哥是怎么想的。这父亲自立为王，当上了皇上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所以，我们要去替市民求情。给他求情？不错，替市民求情，让父亲造反。父亲，你们这是？父亲，其实二弟说的有理。此番我们若是真的派兵，通州府上下变成了空壳，若他人有意陷害，只怕全府上下性命难保。眼下也只有造反这一条路了。父亲，请您千万不要出兵啊！请父亲三思，请父亲三思。你们2个下去吧，此事我会仔细斟酌。来人，在。速将市民押来见我。是。大哥，你觉得这件事能成吗？哼，8、9不离10吧。你看父亲刚刚那样子，想必马上就找二弟去问话了。大哥英明，哼，哦不，太子英明。元吉，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大哥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嗯。拜见父亲。刚才建成、元吉过来，都赞成你的意见，难道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父亲，
此事关系我李家生死存亡。再然，天下大势已然如此，反王四起，李密、王世充都已举旗，就连舅舅窦建德也招兵买马，割据一方。可是，现在自立为王，为父怕是为时过早，不够稳妥。如果父亲还是顾虑，那就不如派兵。派兵？派，却只派5000。一是不会完全违背皇命，二是可以保我李家兵力。若是逼上绝路，便可及时自立。好，那此事就交给你来办。是。军师，这文书是？靠山王杨林邀我等前往紫金山，破阵夺玉玺。什么？破阵就能得玉玺？他们敢这般的许诺，定是有10分的把握。这文书中说到守镇的大将，我们大都认识：宇文成都、尚师图、丁延平，还有北平府罗毅罗千岁。破阵得玉玺，这肯定是圈套。当然得看我们怎么对付了。可是这次怕是隋朝召集了所有的兵力，此阵一破，大隋的气数也就尽了。听说其他反王也都收到了杨林的信函，现如今打不到这个铜旗阵，17路反王就看我们的了。去，也未尝不可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以我对父王的了解，他最在乎的是北平王府的安危。那此次守镇，他不能够直言拒绝，免得以后落下口实。但守镇以后，杨广再对我北平王府来个秋后算账。所以，此次父王没有拒绝，他是以进为退。姑父若真有此意，此番攻阵倒已有些把握了。毕竟其他3方守将都非善类，与他们交手，损兵折将，无可避免啊。是啊，魏天胜算，不如我去找父王说明一下。若他能同意让我去守这铜旗阵，守阵之时，我军长驱直入，一举破阵。不错，里应外合是破阵的最佳良策。哎呀，哈哈，老兄弟，有你做内应，隋朝必亡，天下就是咱们兄弟的了啊！事不宜迟，立刻召集所有瓦岗兵力前往紫金山。这一仗破釜沉舟，必须断了大隋的命脉。出发！是。哥，玉。哥，我要跟你上战场。上什么战场？你病还没好，留在家里待着啊！可是我不放心。世信，世信啊，快跟嫂嫂一起回去吧，别让娘着急了啊！哥哥，我还是想去。你说你上战场，万一碰到雷公仔了，他欺负你怎么办啊？世信，这次你放心吧，哥哥这次都准备好了，不会有任何差池。反倒你啊，要在家好好待着，好好看家，知道了吗？世信，听哥哥的话，听嫂嫂的话，跟我一起回去。再说了，娘想世信，见不到你，娘会着急的。啊，这样，等哥哥下次再出征，一定会带着世信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世信，下次带你去啊。这次你在家里好好照顾娘，你长大了，是个大人了，娘需要你照顾，你说呢？那好吧，哥哥，
那世信在家照顾娘，你去战场，自己多小心。放心，走了。叔宝，叔宝，怎么了？这次出征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我父王那边，放心吧。黄彪，你要保护好你的主子啊！走了，黄彪，乖，走了。魏王，如今已到紫金山了。魏王，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定阳刘武忠，见过各路英雄了。扬州王世充，见过各位了。天色已晚，我看各位英雄先在此安营扎寨，等安顿下来，咱们再共商破阵之法。是啊，是啊。传令下去，在此扎营。现如今，反隋之势已齐聚紫金山下，不日便会攻打铜旗镇。北平王那边作何打算？还需要秦大帅跟罗将军再去行宫探问一番。我以少保的身份出入行宫倒是没有问题，只是表哥。也是啊，上次四平山、杨广的龙舟遭到袭击，这次他扬州的行宫势必会戒备森严，想要混进去，恐怕是难上加难呐。报，帐外有2人求见，可有报上名来？没有。请2人入帐。是。罗老将军，父亲，成儿拜见父王。好，快起来吧。成儿正要和表哥去找父王商讨这铜旗阵之事。叔宝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爹，幼儿，孩儿想死你了，爹，幼儿，孩儿守在瓦口关，日思夜想，盼着能再见到爹爹。如今心愿总算达成了。来，起来，幼儿。哎呀，幼儿，嘿，都长这么高了。李密见过北平王，请上座。啊，不必多礼，请。请。我这一趟来是劝你们退兵的。杨林此次调集了50万大军，派遣了上千员战将，摆下了这铜旗阵，又召集了10多国的反王，其目的就是要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这铜旗阵之凶险，我们又怎会不知？之所以我瓦岗决意反隋，是因为隋朝残暴，百姓无一日之安宁，怎可因败而止？而应当愈挫愈勇。若仅仅是两军对阵，倒也不难。只怕这铜旗阵不在于兵将军力的对比，而在于挑拨人心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这玉玺本身是个诱饵，引得你们这些羽翼未丰的反军自相残杀，待你们为玉玺争得头破血流，毫无反击之力时，再将你们一网打尽。
此阵的恶毒可不容小觑啊！你们万不可因小失大。依我看，还是先保存实力，再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不瞒姑父，我等此行，并不是为了夺玉玺而来，更不是为了夺天下，而与这些反隋之士相互残杀。叔宝啊，你们既然不为得江山，又何必聚集于此呢？只是那杨广无道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我等此番前来破阵，只为了推翻暴政，解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。姑父，您从北平府一路行至扬州，百姓所受之苦，想必都耳闻目睹了吧？这天下百姓饱受其苦，我等怎能在此坐视不管呢？若能趁杨广留在扬州之时一鼓作气，破掉铜旗阵，推翻大隋暴政，即便搭上性命，秦琼也在所不惜。你们的用心我懂，只是这铜旗阵凶险异常。此阵为阵中阵，而且是大阵小阵互套互连，机关埋伏、弓箭火炮到处都是。不解内情，进得阵去，恐怕是九死一生，永去无回呀！孩儿斗胆，望父王助我等一臂之力，破得此阵，除昏君，诛奸臣。顾爷爷，用儿年纪虽小，但也知道谁亲谁远。这边是爹和表叔，那边是无道昏君，当然要向着咱们这边呀。只不过这铜旗阵非比寻常，四方阵中必有一处作为突破口，方能减少伤亡，直捣阵中。也罢，用儿啊，你就留在你爹身边，助瓦岗一臂之力。成儿，你就带父王去守着铜旗阵。孩儿多谢父王。有北平王助阵，成帝守阵，哼，这阵势何怕不破，昏君不死呢？姑父深明大义，侄儿无言以谢。虽说让成儿带我去守阵，但这铜旗阵阵型复杂，而且是流动变化，虚实莫测，所以还是务必要清楚阵型，方能取其弱点而攻之。那以王爷之见，我等如何才能取得这个阵图？这四方阵图都掌握在靠山王手里，待即要破阵之时，才发到守阵人手中。待到守阵之时，这阵图拿到之后，让成儿交予你们。至于其他三方阵图，恐怕老夫也无能为力呀。王爷如此相助，我等感激不尽。罗成参见王叔。哈哈，罗少保，哈哈，贤侄不必多礼。哈哈。哎，你父王呢？家父身体抱恙，所以特命我来此守阵，歼灭反军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父王身体可有大碍？放心吧，王叔，已经看过军医，身体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。那就好。罗少保号称是常胜将军，武艺高强，这排兵布阵不在话下。由你来助阵，老夫也是求之不得呀。王叔过奖了，侄儿愚笨，对这铜旗阵还不甚了解，希望王叔可以指点一下，这铜旗阵到底有何玄妙之处？这铜旗阵，那是玄机甚多呀！啊，哎呀，我这一时半会儿也给你讲不全面。这样，待这些反王全部剿灭以后，我再讲给你，不迟啊。现在你只需听从调令，尽忠职守，即可担当此任。成儿遵命。好。哎呀，罗少保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就先回营候命。但是记住，
在即，你可要养精蓄锐，咱们好好备战啊！好，那成儿就先退下。去吧。前来破阵，我等已达成一致，仍与四平山劫杀杨广之事相同，以瓦岗为大，魏王为盟主，秦琼为大帅，徐茂公为军师，吴云昭、武天锡、熊阔海三人为先锋。我等愿听于盟主帐下，一切以军令行事。今日反隋志士齐聚紫金山，是要同心同志，共反大隋，诛杀昏君，永除后患。诛杀昏君，永除后患！诛杀昏君，永除后患！靠山王杨林前来拜会各位王爷。各位王兄，请稍安勿躁。杨林此来必有用意，我们且听他说些什么，再做定夺。各位意下如何？好，让他进来，让他进来！说什么？让他进来！请坐。王驾千岁，交战之前，王驾突然光临，有何见教？魏王，各位王爷。我撒出简帖，请来各位，就是为了你我双方在紫金山下最后一决胜负。我在紫金山下布下了铜旗阵，3月初3开始，任凭你们前来打阵。今日我奉天子明诏，在开阵之前，邀请各位先去观阵。不知各位王爷可愿去否啊？王爷，我等正要观阵。既然如此，徐军师，那你我就约定，明日卯时，我在山口相候，以为向导，你看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到此。杨林此次前来邀咱们观阵，这其中肯定有诈。是啊，去吧，说不定有埋伏；不去吧，又显得咱们贪生怕死。哎，军师，你这见多识广，足智多谋，干脆给咱们出个计策，拿个主意算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！无量天尊，杨林约我等前去观阵。无非是想炫耀他的武力，我等前去也只能观其外表，不能窥其内情。凡摆阵者，必有许多的变化，但不管什么阵，有成必有破，所以各位王爷，明日看过之后，不要被阵内的声势所慑服。此外，我们也要防备在观阵之时，敌军突然加害，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做一番戒备。军师所言极是，可是如何戒备呢？明日进去观阵的，除了各位王爷之外，主要的将领分一部分随王爷一起进阵，一是观阵，二是护驾。另外一部分将领带一些人马驻扎在阵外，以防阵内有了变故，也好相互策应。各位王爷意下如何？军师，就这么办了。军师，你的了，你拿主意吧。
是当今天下之英杰，今日能够在此聚会，取名聚英台，着实不虚呀。好，我就给各位王爷引荐一下本次守镇的各位大将：常胜将军罗成。 双枪大将丁延平，四宝大将尚师徒，本次同齐大阵的阵主天宝将军。 宇文成都，你们若能破了这4位大将的阵法，便可去抢这面铜旗了。这铜旗乃是全阵之阵中。 王爷，各位大将，不管你们是谁，只要抢到了这面铜旗，他就是真命天子，我自会称他为王。到那个时候，皇上便脱袍让位，并把国宝镶金玉玺交给他。杨林此计果然恶毒，以玉玺为诱饵，必会引得各路王爷争抢，这灭隋之事。 反倒被抛之脑后了。你此话当真？哼哼！今日各路王爷、各路将军俱都在此，我靠山王杨林说到做到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便尊他为天子，我等俱都面北称臣。 军师，怎么样？这阵法到底有何玄虚？哎，是啊，军师，您就说说吧，别总藏着掖着了。无量天尊，这铜旗阵按8卦方位布置，设有生、修、杜、杀等8门。若从生门而入，一路可无阻挡；若从死门而入，则 处处遇到埋伏。此外，5行之木、水、火、土也自按8卦布置，各阵可独自作战，也可以听铜旗主阵的号令，合军作战，变化莫测。那什么，凡哥，我插一句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，兄弟们怕是都听不懂吧？ 什么生不生死不死，你直接就跟兄弟们说，咱们怎么干，那咱们就怎么打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依军师所言，可有破阵之法？此阵并非无懈可击，破阵之法或许在于守阵的大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干掉这守阵的将军，破阵就不在话下了。哎，非也。 且不说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如何厉害，其他3位也非等闲之辈。就是4方将的武艺，想必诸位也都心知肚明。更何况，除了守阵的大将以外，阵内还埋伏了50万随兵，他们拥有地利之势。若不谨慎应对，我们极有可能被各处蜂拥而来的随兵夹击。 腹背受敌，
难以取胜。这大军也好，是大兵也罢，只要你元帅一句令下，我朱灿一马当先，半死不死。好！南阳王果然英武神勇，本王佩服。若咱们义军齐心协力，共同对付这些兵力，倒有些把握。不过，贫道最担心的，其实还是阵中的铜旗。哦，这铜旗有何玄妙啊？让军师如此担心？靠山王声称用这铜旗换玉玺，其真实目的就是想离间我18路反军。他想用这玉玺作为诱饵，使得我等自相残杀，这隋军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哈哈哈哈！我认为你们真是多虑了。咱们在各自山头起家那会儿，就不是奔着抢玉玺、夺天下去的。对呀，可都是被这狗屁大隋生生给逼反的呀！只要天下太平了，谁当皇帝不都一样吗？对，谁当皇帝都一样。是，什么玉玺不玉玺的，只要能杀了杨国手儿，谁拿玉玺都一样。军师，你快出兵破阵吧。也罢，只是眼下尚无破阵之法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容贫道再想想。时辰不早了，各位还是早点歇息，明日再商讨破阵一事。都歇了吧，歇了吧。啊。我也回去了啊。啊。要知道这铜旗阵十分凶险，四处危机。如果我等18路反军心智不同，就难以走出阵去，一定会乱了阵脚，让别人有可乘之机，功亏一篑。是啊，只有等46弟把阵图送出来，才可以稳定军心。来人，在，传令下去，依照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关。拜见王爷。哎，来了就好，快免礼。本王急缺精兵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回王爷，5000兵马已守候在外，随时听从王爷的调遣。5000？我听错了。王爷，济阳地广人稀，而且家父重农轻兵，就这5000兵马，也是好不容易才凑到的。哎呀，那你弟弟李元霸他来了吗？元霸乃我大隋一员战将，怎能不来？那就好。这样，先让元霸前去守阵，兵马之事咱们容后再议。遵命。千真万确。李渊把皇上的圣旨当儿戏，让他调动10万兵马，他只出5000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5000也是兵，人家毕竟调过，重赏。听说他把2个儿子都带，朕近日正好寂寞得很，让2位公子来陪朕。至于那10万兵马，传旨让他再调。皇上，若是李渊还是抗旨不遵呢？
皇上圣旨，命你付调兵10万，而你们抗旨不遵，只带5000前来。如今皇上龙颜大怒，命你父亲速增派兵马，在兵马未到之前，你们不许踏出这个营帐半步。哎，宇文将军也是奉命行事嘛。好，那我们就暂且退回帐内，咱们等父亲把兵调来，自然就会没事。二哥所说的没错，他们果然是用心险恶。他给咱们软禁在此，我看这个镇也没必要守了。如今隋朝气数已尽，各路反王风起云涌。此番皇上虽然调集了各路兵马，集结了50万大军，但是皇上已失去了民心，隋军必败。我现在只担心，父亲迫于压力之下派兵前来，那就会错失良机啊！我和二公子想的一样，不如我们顺天应试，劝李大人早举反旗，创立帝业。二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守阵？我这等不及了。元霸，二哥问你2件事，你要如实的回答我。问。元霸，你愿意与恩公秦琼针锋相对，把他斩于马下？元霸谁都能杀，绝对不杀恩公。你是否愿随天道所向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？好弟弟，那我们就即刻赴阵，但是不是守阵，而是破阵。啊？这样，那爹会不惯我们？元霸，我们是在帮爹爹，帮爹做一件好事。他们都拿玉玺是什么玩意儿？玉玺就是一块很好看的玉，上面雕着一条龙。龙？我每天晚上都梦到龙。二哥，你就变成龙了，我得把玉玺拿过来给二哥。红佛，你连夜前回晋阳，跟家父讲明，就说我们已经阵前倒戈，让他亲自派兵攻陷长安。是。义父在上，受成儿一拜。哎呀，成儿，快起来！为父知道你来守阵，特备酒菜。来，咱爷俩多日未见，好好畅饮。啊，坐。成儿，敬义父一杯。来，干了。成儿，来吃菜。好。成儿，上次义父见你是在兴隆镇的客栈，那天咱爷俩真是高兴啊，喝了很多的酒，还切磋了这单枪对双枪的诀窍，不知成儿是否还记得呀？来，咱爷俩再切磋切磋。成儿的武艺果然是长进了，义父承让了。像我丁延平，双枪多年以来无人能破，不想除你之外，还有人能破我的双枪，还险些要了我的性命。竟有此事？那次我奔进金陵，镇守1字长蛇阵，瓦岗中有人来破阵，有一蒙面小将，自称叫程咬银，
令与你相仿，他也使单枪，他深谙这单枪破双枪之法，后来将为父打败了。这件事，我是越想越奇怪呀。果然怀疑到我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成儿，这件事你怎么看呢？这报，靠山王有请丁将军前往中军帐商议守镇之事。知道了。成儿，我先走一步，你在这等我，回来咱爷儿俩再畅饮。义父，成儿随您同去吧。好吧。丁将军，请。罗少保，请留步。5太保、6太保，我代父前来守镇，为何将我拦在帐外？王爷，父王。贤侄啊，你父王因病不能来守镇，你初丹大人，经验尚浅，所以我和众位将军商量，决定由丁老将军与你同守一阵，他做主帅，你任前锋。呵呵，原来如此啊！至于说你父亲，我已经安排他在行宫休养，待他痊愈再出来守镇不迟。可是这守镇日期将至，我对这铜旗镇还不甚了解，还望王爷可以指点一番。铜旗镇，布阵一事我已经全权交由丁老将军负责，你只需听从他的调遣即可。啊，贤侄啊，大战在即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和众位将军压阵，还是回去好好备战。末将告退。二公子，我就告辞了。一切小心。好。有人逃跑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想跑，给我绑起来！是。带走。是。走。放开我！洪福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！你若是再敢逃跑，杀无赦！给我押下去！二弟，这可怎么办？李兄，你不用担心，在我父亲大军未到之前，红佛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，我会想办法救他。现在红佛被擒，外面的看管一定更加森严。既然信送不回晋阳，那就只有第二个方法了。姐夫，李兄，一会儿我就去帐外求见靠山王，你们借此机会教训元霸，让他带你们杀出去，以逼反为营，逼着靠山王放火，闹得越凶越好。不行，你要万一出什么事，我怎么想？二公子这样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只要依计行事就可以了。
好吧，二弟，一切小心。这位将军，我等奉旨前来带兵守镇。临行之前，家父交代了我几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向靠山王禀报。请这位将军带我去见靠山王一面，以免耽误了军情。把他带走。末将参见王爷，秦王求见。市民拜见王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市民此番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请王爷放尔等出来。还有，请王爷禀告皇上，收回晋阳调兵的圣令。放肆！